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ePrice Hong Kong 嘅 channel。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兩日嘅科技新聞。Nothing Phone 3旗艦機劈價2000，呢個價玩 S8S Gen 4加特色點陣熒幕。出街見到嘅手機嚟嚟去去都係嗰幾款，撞機率極高，其實都幾悶嘅。Nothing 可以話係少數與眾不同嘅品牌，產品都好有識別度，但係性價比唔算特別吸引。最近我發現有大鋪為 Nothing Phone 3呢一款旗艦手機減價2000蚊。成件事即時就變得好吸引啦！講緊嘅係豐澤，佢哋網店嘅 Nothing Phone 3嘅256G 版本，由原價6399降至4399，512G 就由6999降至4999，同樣都係減2000蚊，減幅接近30%。目前黑白兩隻色都有貨。贈品方面送 Nothing Bottle 不鏽鋼真空杯。仲有 Mastercard 喺豐澤網店入面簽上滿1500蚊，可享港幣80蚊嘅即減優惠。另外，恒生信用卡嘅客戶可以賺額外獎賞，高達960蚊加分 Dollars。Nothing Phone 3繼承咗 Nothing Phone 系列嘅透明機背設計，採用咗6.67寸 AMOLED 螢幕，解像度係2200×1260，支持120Hz 更新率，配備高通 S8S Gen 4 8核心處理器，內置最高16GB RAM 同512GB ROM。電池容量係5150mAh，並且支持65W 快速插電同15W 無線插電。相機方面 ，Nothing Phone 3用咗5000萬像素 OIS 光學防震1:1.3寸超大型感光元件主鏡頭，加5000萬像素3倍光學變焦潛望式 OIS 鏡頭，同埋5000萬像素超廣角鏡頭。前置鏡頭同樣係5000萬像素。另外，手機支持 IP68 防塵防水。全新 Glyph Matrix 點陣熒幕以及 Nothing Essential Space 功能。我哋再嚟睇下另一單新聞。再跌價 ，Vivo X200 FE 網店劈價1400，蔡司鏡加512G 加6500mAh大電，抵玩。Vivo 喺今年6月推出高中階機 X200 FE， 可能開價5498有啲高。據悉銷量一般，早前已經有網店減價去到4500左緊，但係最近我發現有網絡商嘅淨機價竟然直減1400蚊，唔知道大家又有冇興趣呢？所講嘅就係中移動網店，佢哋嘅 Vivo X200 FE 近日由5498減到4098，比起當初開賣嘅價格合理好多，而且黑、粉紅、藍三色都齊。其實再減價都合理，因為早前 Vivo 喺內地已經公開發佈咗 S50 系列，有人會認為佢會改版成 X300 FE 喺國際市場推出，所以都係時候要清貨啦。其實呢部手機嘅規格唔錯，有天璣9300 Plus 嘅旗艦晶片，512G 容量，6500mAh大電，仲有蔡司鏡頭，影相有保證。減到呢個價位，大家又覺得值唔值得入手呢？我哋一齊嚟睇下 Vivo X200 FE 嘅硬件規格。佢搭載咗6.31寸嘅 AMOLED 螢幕，解像度係2400×1080，搭載聯發科天璣9300 Plus 處理器，內置12GB RAM 同256GB ROM。電池容量高達5600mAh，支持90W 快充，續航力同插電速度都相當可靠。相機方面 ，X200 FE 配備咗50MP 主鏡加8MP 超廣角，同埋50MP 鏡頭組合，具有蔡司認證，而前鏡頭就係50MP。呢個價位，大家真係可以諗諗佢。最後祝大家聖誕新年假期快樂！今集嘅ePrice新聞就嚟到呢度，我哋再會。